大家好，我係泰利，歡迎大家收聽泰利台嘅節目。咁而家大家收聽緊嘅呢個節目呢，叫做《談其術意》。談其術意呢，聽個名呢，應該大家都會估到啦嚇。呢個節目呢，都會講一啲古靈精怪嘅嘢。咁啊，可能係神秘學啊、UFO 啊、怪物啊，又或者係一啲可能係懸案、兇案啊，一啲經典嘅兇殺。因為呢，我覺得呢，兇案呢，其實係好表現到人性。如果睇翻啲兇手嘅供詞咧，好多時佢哋殺人咧都冇乜原因，可能係純粹出於衝動啊，或者係出於喜好。咁原來呢個世界有啲人咧係會因為一啲喜好啊咁樣而會走咗去殺人。咁所以透過呢啲兇案嘅，我哋去睇翻呢啲兇案咧，都可以了解下人性啦。嚇，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人咧，你係諗唔到佢咁諗嘢嘅。咁因為呢啲人嘅想法啦嚇，會造成嗰個社會一啲好大嘅震盪。咁同埋咧，有陣時咧，呢啲經典嘅兇案咧，好多時都可能佢會經歷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執法人員咧需要花好多嘅精力啊，好多嘅資源咧，先至會捉到兇手。咁甚至乎有啲係捉唔到添。今日介紹嘅呢一單咧，即係嗰個兇案發生嗰個跨度咧，係成十幾年嘅兇殺案，有9單相關嘅案件。9個受害者，咁可想而知嚇，對於當地嗰個執法人員啊、社會啊，都帶來好大嘅負擔啊，嗰個心理嘅陰影咁樣。咁呢單案件呢，就發生喺中國大陸嘅，就係呢個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呢一宗白銀市嘅連環殺人案呢，官方嘅稱呼呢，就叫做甘肅內蒙古805系列強姦殺人殘害女性案。咁係指咧喺1988年至到2002年呢14年之間，喺中國嘅甘肅省白銀市咧，先後有9名女性慘遭入屋殺害嘅案件。部分嘅受害者咧，甚至乎係被殺之前曾經受過性侵犯。咁喺嗰段時間啦嚇，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嘅昆都律區咧，都發生過類似嘅案件。兇手嘅行兇方式咧，佢係會使用利器殺人。而且咧，因為佢跨度成10幾年咧，咁可想而知，兇手係有好強嘅隱蔽性。做完一單之後，可能會匿埋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做另一單事件咧。令到當地嘅社會咧產生咧都好大嘅恐慌。經過警方對於呢9宗案件咧所揾到嘅一啲現場證供啊，或者係一啲DNA 嘅對比咧，就發現呢9單案件咧有好有可能係同一個兇手所為。2004年啦白銀市嘅警方咧就向外公布詳細嘅案情，並且咧破天荒咁樣懸紅20萬，希望咧可以得到咧捉到兇手嘅線索。喺中國大陸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咧，政府都會比較傾向呢啲特大嘅案件咧，都喺偵查到之前呢，都唔會點向外公布嘅，基於可能係社會嘅穩定啊，或者係以免引起恐慌啊咁樣。咁但係咧04年呢，白銀警方咧向外公布一個好詳細嘅報告，就係關於呢一個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嘅調查。咁甚至乎係去到懸紅咧，喺近代嘅中國咧可以話係史無前例。咁但係好可惜當年04年白銀市公布咗呢一個報告之後咧嗰個調查都仍然係處於膠着嘅狀態，直到去到2016年嘅8月，再用一啲進一步嘅DNA 對比咧，順藤摸瓜咁咧，先至真係揾到一個同呢一單案件最有現場證供對比最匹配嘅一個嫌疑人。或者我哋先講一講咧呢個兇案嘅發生地白銀市嘅一啲地理位置。咁白銀市咧就係中國甘肅省咧嘅一個轄下嘅一個地級市啦。咁佢位於咧就係呢一個甘肅省嘅中部，喺黃河上游。佢附近呢就係蘭州武威市咁樣。東邊呢就係呢個寧夏回族嘅自治區。咁北邊呢就係內蒙古自治區。或者簡單啲咁講咧，即係如果大家知道中國地圖啦，甘肅咧就係中國嘅大西北啦。白銀市嘅對落咧就係蘭州市，上邊咧就係銀川榆林再上就係已經係去到內蒙古嘅包頭呼和浩特市呢啲咁樣。白銀市嘅左邊咧就係西寧即係回族自治區咁樣。咁其實已經係都係一啲比較偏遠
大西北嘅地區。點解叫白銀市呢？就係因為咧喺明朝嘅時候咧，白銀市真係有白銀廠，因為咧當地咧係有一啲有色金屬出產，即係有呢啲咁樣嘅金銀銅嘅礦產啊，咁所以變咗咧叫白銀市咧，係因為真係同一啲生產白銀咧係有原因嘅。喺歷史上講下呢個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嘅兇案嘅發生啦嚇，咁啊第一宗嘅兇案就係1988年5月26號嘅傍晚。咁當地咧白銀公司嘅原子廠咧一位23歲嘅女職工白小姐就喺屋企被殺。咁當日咧嚇白小姐嘅哥哥收咗工之後咧，佢就去到呢個獨居嘅妹妹屋企咧，諗住去探望佢。咁點知上到佢屋企一開門咧，就見到屋企咧亂七八糟，俾人咧好明顯有搜掠過嘅痕跡。而更加恐怖嘅就係佢發現咧妹妹咧倒卧喺地下，身體呈半裸狀態，而且好多血。其實咧成間屋咧都有好多血跡。哥哥發現到妹妹被殺啦，即係當然魂飛魄散啦。咁啊即刻通知公安。咁經過公安嘅查冊咧，即係發現到咧白小姐嘅屍體，佢個頸部係俾人切開，而且咧個頭咧就差唔多就同個頸咧要分開，要斷咗咁滯。上衣咧就俾人爬高咗，推到去胸嘅上邊，即係露出咗雙魚。下身就赤裸，身體咧就俾利器咧傷咗大約有26處嘅傷痕。即係可想而知啦嚇，即係兇手咧嚇殺害白小姐嘅時候個手段好殘忍，基本上斬咗佢個頭落嚟，對佢有一種好大嘅恨意。另外公安啦喺現場經過勘察之後咧嚇，就發現到咧屋裡面嘅腳印咧就好模糊，就懷疑兇手咧離開之前咧曾經咧做過一啲基本嘅打掃。咁大家大約想象翻一個情景，就係現場係經過搜掠過痕跡啦，女嘅死者就係倒卧喺屋企啦，身體呈半裸，好多血，但係咧地板咧就經過打掃喎。咁兇手咧即係可以想象咧，就係話兇手可能係一個都比較冷靜嘅人。喺佢殺完人之後，佢都仲可以有一個率咧，就係要將一啲足跡啊要去清理喎。咁但係咧嚇喺白小姐屍體嘅左邊大髀嗰度咧，就留低咗一個血手印。上邊咧就留低一個都幾清晰嘅右手食指指紋。另外咧嚇喺白小姐屋內嘅一個門把嗰度咧，亦都發現咗一枚指紋。喺屍體嘅左邊上邊發現一啲血指印啦嚇，可以假設就係因為呢個血手印啦嚇係屬於呢個兇手啦。呢個兇手殺完人之後咧，身上沾咗血跡，都仍然咧走去觸摸呢一個女死者，唔知咩原因啦嚇。不過後面咧嚇呢啲少少嘅環境證供咧都會幫助到執法者咧去猜測調查呢一個行兇者嘅一啲可能嘅想法嘅。咁由於咧嚇88年嘅當時啦嚇，即係嗰陣時嗰個鑑證啊、啲偵查啊嗰個技術都唔係好發達，咁警方咧只係可以用一啲舊嘅方式咧，就係去叫啲探員啊，就係逐家逐戶啊咁樣去調查啊，咁樣周圍喺譬如話喺兇案嘅現場啊，周圍去問。咁但係咧，因為大家留意翻啊嚇，兇手咧估計啊應該係喺咧下午去進行入屋殺人嘅。咁當時啊死者嘅哥哥咧就係傍晚嘅時候發現到死者，咁所以咧行兇嘅時間啊估計咧應該就係喺當日嘅日間嘅時間。日間嘅時間咧，嗰個係一個平日嘅日間咧，咁啊好多人都返緊工，咁基本上咧嚇都唔會點留意到呢一啲特別嘅情況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可疑嘅人啊咁樣。再加上喺屋內殺人啊，似乎亦都冇人聽到一啲好激烈嘅嘈吵啊咁樣嘅聲咧，咁變咗就係呢單案啊嚇就有少少咧不了了之。咁88年呢單案件咧叫做查咗一段時間，都無功而還，擺低咗喺度啦嚇，佢成為咗一單懸案。咁點知道咧，第二單相關嘅兇案咧，已經係去到6年之後，1994年。1994年嘅7月27號嘅下晝嘅時間咧嚇，白銀宮殿谷咧一個18、19歲嘅女臨時工石小姐咧，就喺佢自己嘅宿舍嗰度咧就被殺。受害者咧亦都係頸部被切，上身嘅刀傷咧有成36處。咁嗰個兇手行兇嗰個手法啊，或者係嗰個落手嘅方式咧，同88年呢個白小姐喺家中被殺嘅案件咧就有啲相似喎。於是咧引起咗警方嘅注意。咁但係開頭嘅時候咧，可能都冇真係好覺得咧
同88年嘅案件係有關嘅，因為始終咧都隔咗成6年啊嘛，咁所以咧亦都唔會好第一時間就聯想到會有關聯咯。咁但係因為咧喺行兇嘅手法上面，譬如話對於肢體嘅一啲處理啊對待咧有啲相似。所以咧，當地白銀市咧嘅警方咧都成立咗一個專案嘅小組，就係叫做白銀連環強姦殺人案嘅專案組。咁就嘗試咧去調查呢一個94年呢單案件，咁甚至乎再希望關聯到去88年嘅呢個白小姐被殺嘅一個無頭公案。咁但係即係94年到88年咁呢幾年嘅時間，其實咧當時中國嗰個公安嗰個調查嗰個技術唔算有好大嘅更新改變咁都係用翻一啲比較舊式嘅方法探員逐家逐戶去問咁亦都係同樣情況啦殺害受害者嘅時間係喺日間下晝嘅時分，咁應該周圍即係好多人都上緊班，變咗咧就係可能留意到一啲唔妥或者係可疑嘅人士咧就唔係好多，咁變咗咧周圍嗰個旁證亦都唔係好足夠，所以變咗咧呢個94年嘅案件同88年嘅案件亦都係喺調查上邊咧觸礁。去到1998年咧呢個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咧就出現咗一個突破性，因為咧喺98年嘅同一年裏面咧竟然係1年之內出現咗4單相關嘅兇案，嗰個行兇手法好類近啦，兇手都有對死者進行性侵啦，咁甚至乎喺一啲犯案嘅手法上面咧，已經比起88年同94年呢兩單案件咧有啲進化。98年1月13號喺白銀區勝利街，一位29歲嘅女性楊小姐被發現喺屋企遇害，死因都係頸部被切開，全身赤裸，刀傷咧有16處。咁今次咧就多咗一個線索咧，就係呢個楊小姐嘅2隻耳仔同埋頭頂部有一忽13×24厘米嘅皮肉咧係被切除咗落嚟。咁喺6日之後，98年嘅1月19號，白銀區水村路咧一位27歲嘅女性鄧小姐亦都係被發現遇害，死因咧都係頸部被切開啦，刀傷有6處，而佢着緊嘅嗰條褲咧就被爬到去膝頭嗰個位置。咁大家想象下啦，咁好明顯就係呢個兇手啦喺行兇嘅時候咧，想對呢一個鄧小姐咧進行性侵犯。咁頭先上一單13號嗰度講過啦就係死者楊小姐咧就身體一啲部位咧就被切除咗落嚟。今次呢一位鄧小姐咧亦都有同樣嘅情況。呢位鄧小姐佢左邊嘅乳頭同埋背部一忽30cm×24cm 嘅皮肉咧係缺失咗。喺嗰一刻咧，我哋唔知道呢一個兇手點解要去切除呢一啲部位。咁我哋香港經歷過，譬如話林過雲咁可以想像到就係話一啲連環殺手可能喺殺人嘅時候，可能想以佢哋嗰個角度就係去攞啲紀念。咁由88年去到94年，而去到98年呢段時間。咁可以睇到咧，兇手咧喺行兇個過程之中咧，有相類似嘅嘢，例如都中意喺頸部嗰度切割啦，對於死者。咁但係咧去到98年呢兩單咧，開始似乎有一個傾向想喺屍體上面咧攞啲紀念品。而更加值得大家留意嘅一點就係98年呢兩單嘅兇案，1月13號同埋1月19號中間只係相距咗6日。咁可想而知呢個兇手88年到94年中間相距咗6年，而去到98年嘅時候，突然間相距6日就殺人，可想而知兇手喺行兇上邊個心態或者係一啲慾望咧，似乎有少少失控。98年咧總共係有4單兇案，1月份咧已經發生咗2單，第3單咧就去到7月30號咧，白銀市一個8歲嘅女童姚小朋友就喺佢屋企被殺害。佢父母咧係當地供電局嘅職員，所以咧姚小朋友咧就同佢嘅父母咧就住喺呢個供電局嘅一個職工嘅宿舍。7月30號當日姚小朋友嘅父母收工翻屋企嘅時候咧，翻到宿舍嘅時候就見到阿女瞓嗰張床咧好凌亂，屋企亦都有被搜掠過痕跡。到後嚟發現到姚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嘅父母咧簡直係魂飛魄散。佢哋發現到咧自己個8歲嘅小女兒咧，竟然咧係俾人用皮帶活活咁樣勒死，擺咗喺衣櫃裏面。而甚至乎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姚小朋友生前係遭到性侵犯，即係對於一個8歲嘅小妹妹都可以去進行殺害同性侵，可想而知呢一個兇手真係全無人性。甚至乎喺屋裏面咧發現咗一啲痕跡，就係呢個兇手
可能喺殺完人之後，仲走去喺屋入邊沖茶飲，完全唔考慮到自己會唔會留低證據啊，或者點樣咁樣。咁呢個咧呢一點啦，去到後面當兇手伏法嘅時候，佢有一啲供詞係講到同呢一個情景啊，沖茶呢個情景咧係有啲相關，大家到時可以留意翻。一個8歲嘅小妹妹竟然喺屋企等父母翻屋企嘅時候被人殺害，即係呢個兇手嚇，可想而知佢對於殺人啊個慾望已經係抑制唔到，但係咧又可以咁講，另一方面佢嘅殺人嘅方式越嚟越純熟，之前都係用刀切割啊，留低好多血跡啊，咁今次就係用皮帶勒死，可想而知嚇呢一個兇手啦喺行兇嘅時候咧，似乎喺佢嗰個技術上邊同埋嗰個策劃上邊咧越嚟越純熟，咁呢個對於當地市民咧係構成一個好大嘅危險。咁頭先講過1998年有4宗嘅命案，咁最後一宗咧就係喺11月30號。咁一個喺當地白銀公司任職嘅一個女性啦，阿崔小姐咧就發現被殺害。咁佢嘅死法咧又同之前1月份嗰兩單差唔多啦，就係頸部被切開，刀傷有22處。但係今次咧佢身上被切割帶走嘅部位咧就越嚟越多啦。今次咧就係佢嘅雙乳、雙手同埋陰部咧都係被兇手切除，咁啊令到導致缺失咗，同時亦都係下身赤裸有性侵嘅行為。98年4單嘅兇案，無論喺個行兇嘅手法啊，或者係對待屍體啊嗰個手段啊，都越嚟越恐怖。咁所以咧，可想而知啊，兇手就係嗰個對於殺人嘅慾望越嚟越唔能夠抑制。同一年嗰度殺咗4個。警方似乎暫時對於呢啲嘅兇案咧，都仍然係束手無策。所以咧，當其時咧喺白銀市咧係導致人心惶惶。當其時喺社會上白銀市嘅社會上咧就出現咗一啲傳言，就係講咧呢個殺人狂魔咧佢係會專揾一啲咧着紅衫、長頭髮、着高踭鞋嘅女性去行兇。當時即係白銀市咧係冇女性敢着呢一個紅衫啊，甚至乎係如果長頭髮咧都會紮起佢啊，以免自己成為咗兇徒嘅目標啊。甚至乎當時咧學校嘅一啲課後嘅自修課都要提早結束，當地嘅父母咧都會要去學校接子女啊，避免嗰啲小女生咁樣喺個街道咧就係成為咗兇徒嘅目標。為時咧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因為喺嗰個時間，公安部對於呢個殺人案咧都係冇辦法偵破。咁98年接連發生咗4宗案件之後咧，咁白銀市嘅公安局咧就只係要開始加重嗰個偵查嘅力度。例如咧佢哋咧就進行咧地毯式嘅搜索 DNA 啦，同埋指紋。咁但係咧，因為當時咧中國大陸咧對於呢啲化驗指紋 DNA 嘅技術咧，相對都係落後。佢哋嘅即係查驗方式咧，譬如話DNA 咧，最多就係保存嗰個血嗰個 sample啊，或者係檢驗血型啊。咁甚至乎對比指紋咧，都係用好傳統大家以前嗰種方法，就係咧將佢放喺嗰個放大鏡嗰度睇。當時譬如話用以通緝呢一個兇手嘅一啲人物拼圖咧，拼圖嘅準程度咧都係存疑嘅，因為都係斷估嘅，即係都係經過一啲譬如話現場附近嘅證供啊、街坊啊，佢哋懷疑一啲可疑嘅人士啊咁樣。咁因為當時就未有咩閉路電視啊嗰啲咁樣，冇而家咁流行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咧，即係兇手嘅行蹤咧，其實就係成疑嘅。公安對於呢個調查都係一直都係膠着。咁甚至乎當時呢個白銀市公安局長咧張學明咧曾經發誓，如果3個月內唔破案咧，佢就辭職。咁但係咧事實上大家事後知道啦，去到98年之後，一直都未查到呢一個兇手係邊個。咁甚至乎喺2000年到2002年，仲繼續發生咗3單相關嘅案件。咁我唔知道呢一個張局長最終有冇辭職啊？2000年11月20號，一個喺白銀棉紡廠工作嘅一個28歲嘅女工羅小姐喺屋企被殺害。咁個死法都係頸部被切開啦，着緊條褲被爬到去膝蓋處，明顯受過性侵犯，而雙手都係被切除帶走咗，所以導致缺失。
2001年5月22號上晝嘅時分，一位喺白銀區一個婦幼保健站工作嘅一個28歲女護士張小姐喺佢自己嘅屋企被殺害。咁個死法都係啦嚇，喺頸部有刀傷大概16處啦，而且咧係明顯受到性侵犯。去到2002年2月5號，一位朱小姐就喺佢自己長期包租嘅一個賓館嘅客房嗰度咧就被殺。佢嘅遺體啦要去到2月9號先至被發現。受害者亦都係頸部被切開，上衣被推到胸上，咁啊雙乳露出，下身赤裸，明顯地遭到強姦。2000年去到2002年啦嚇，兇手犯案嘅頻率又再降低咗落嚟。98年1年4單，咁去到2000年到2002年呢3年呢，就每年1單。但係呢，有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話咧，2000年呢幾單呢3單嘅命案咧，其中一單呢個案發地點竟然係距離派出所咧係唔夠50米。呢一個兇手完全係無視咗呢一個執法部門嗰種偵查，佢對自己嘅犯案充滿信心。咁但係呢9宗案件就係98年到2002年，咁去到2002年呢個2月5號呢個朱小姐喺呢個包租嘅賓館嗰度被殺咧，咁就係已經係呢一個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嘅最後一單。2002年之後，突然間呢一個兇手就好似銷聲匿跡，基本上所有嘅證據啊，突然間好似斷晒咁樣，苦無對策。咁案件咧就要直到去2016年咧，先至有一個突破性發展。咁我哋不如呢集講到呢度先，我哋下一集講下究竟點樣係偵查到呢一個白銀市嘅連環殺人案兇手。下集再見。